嗨，大家好啊！过年快要到了，过年习俗的由来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大家小时候都读过年兽的故事，但其实台湾本土的习俗跟年兽无关。台湾过年的由来是什么呢？陈岛传说里面的主角是灯猴。陈岛传说中描述，台湾百姓习惯会在岁末祭祀众神，神桌上有只端住油灯的灯猴，灯猴负责掌管油灯，但台湾百姓老是忽略灯猴，灯猴心中不满，故意造谣，向玉皇大帝投诉，台湾百姓不会感恩，又好吃懒做。玉帝听了震怒，决定处罚台湾百姓。想一想，决定降下大雨，让洪水将台湾岛淹没，用这方式来惩罚台湾百姓。其他神明听闻，纷纷向玉帝求情，希望不要惩罚台湾百姓，也偷偷向台湾百姓托梦，要大家做好预备。台湾百姓醒来后，得知要被玉帝惩罚的事，担心家中和庙中祭祀的神遭到大雨牵连，就赶紧将神明送回天庭。这就是农历12月24日送神日习俗的由来。大雨降下之前，台湾百姓习俗，家人亲戚都会回家团聚，一起祭拜祖先，还有一起吃最后一顿饭，这变成现在除夕当天的习俗，也就是一起围炉吃饭及祭拜祖先。围炉吃饭结束之后，会把家中的钱都分给家庭成员，让家人在黄泉路上有钱花用。这就是现在发压岁钱红包习俗的由来。最后全家人会聚在一起，一起等候大雨的到来。这就是守岁习俗的由来。幸好玉帝明察秋毫，识破灯猴在说谎欺骗他，最后并没有降下大雨来惩罚台湾百姓。等到了初一，台湾百姓发现并没有下大雨，纷纷出门互道恭喜，恭喜彼此都存活下来。这就是正月初一行春习俗的由来。等到了正月初二，也会到妻子娘家探望家人，恭喜大家都存活着。这就是正月初二回娘家习俗的由来。等到了正月初四，会把之前送到天上的神明迎接回凡间祭祀。这就是正月初四接神习俗的由来。等到了正月初五，确认大家都平安无事，就开始营业恢复正常工作。这就是现在开市习俗的由来。